相信大家平時都好喜歡捐窿捐罅去尋找各地嘅美食，我都唔例外。今次我就唔係捐嚟捐去，係直接飛上50米高空，試下雙腳離地咁食飯。其實喺半空食飯並唔係咩新鮮嘅事。負責營運嘅 Dinner in the Sky 已經開咗好多年，好多地方都有，只係我今次終於夾到時間嚟杜拜試下，食一餐真正堅離地嘅晚餐。喺度食飯要喺網上訂好位，除咗喺 Dinner in the Sky 官網，都可以喺 Klook 度訂座，價錢都差唔多，視乎自己方便啦。我綜合咗網上朋友嘅意見，就揀咗晚上6點半嘅時段，因為可以喺一餐飯嘅時間睇到杜拜黃昏日落，再變為夜晚嘅景色，係咪好抵呢？訂位嘅同時需要揀埋菜單，有前菜、主菜同甜品。雖然選擇唔算好多，不過啲食物質素都 OK 啊。未開始食呢一餐之前，記得去埋洗手間，因為要成個鐘頭先至可以返嚟地面㗎。大部分人嚟呢度食飯嘅朋友都會叫車或者係搭的士，不過要提醒大家，杜拜啲交通都幾繁忙，有時都幾塞車，大家最好預多少少時間到，咁就會安全啲啦。與其話升上高空，其實係用一架吊臂車將成張餐台連同22位客人一齊吊上半空，上升嘅速度一啲都唔快，好穩定，好安全。陪同我哋一齊升上去嘅有1位主廚同5位服務員。呢幾位服務員一身兼好多職，除咗要招呼大家，仲識得搞氣氛，又會幫大家影相同埋拍片添。當然最重要梗係睇實我哋嘅安全啦，極之多功能。都唔知坐咗幾耐，已經升到50米高空，成張台都好穩定，一邊食嘢一邊欣賞周圍嘅風景，好享受。當晚仲有客人生日，全部人一齊為佢唱生日歌，好開心啊！聽講呢度仲可以安排求婚添，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同餐廳溝通下。總結今次嘅體驗真係好難忘，原本擔心會好恐怖，又驚會整跌晒啲嘢落街，點知喺呢大概1個小時嘅過程當中，完全冇出現過任何一樣嘢。升上去嗰陣時有少少緊張之外，其他都係同戶外食飯差唔多。我自己就好享受今次嘅體驗。呢餐飯每人大概1500蚊，服務質素一流，食物質素合格啦。一世人試一次呢種體驗，我又覺得幾好，希望大家有興趣都考慮下。如果鍾意我呢段片，歡迎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